中醫嘅聞唔單止係用鼻聞氣味，仲包括用耳聽聲音，聽呼吸係咪急促，說話有冇中氣，聞下有冇口氣或者身體嘅異味。如果有腐臭味，通常代表體內有積熱或者潰爛。屬靈上，我哋都要聞下自己。第一，聽下自己平時講嘢嘅內容係咪充滿造就人嘅好話，定係埋怨或者八卦？第二，聞下自己散發出嚟嘅氣息，基督徒身上應該有一種獨特馨香之氣，令人覺得舒服，想要親近。聖經哥林多後書2章15節提醒我哋，因為我們在神面前，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，或者滅亡的人身上，都有基督馨香之氣。檢查下，我哋身上散發嘅係令人掩鼻嘅銅臭味、火藥味，定係基督嘅馨香之氣？求主除去我哋裏面嘅腐敗，讓我哋生命散發清香。呢一個係靈修1分鐘，我哋聽日見。